以赛亚书第20章，赤身裸体的先知。亚述王散尼军命令伊的元帅去攻取非利士的阿实突城。这个代志以前，上主对阿摩斯的囝以赛亚讲：“你去，将你身躯顶的麻布衫脱起来，脚穿的凉鞋脱起来。”以赛亚就照安尼做，赤身裸体脱赤脚行路。然后上主讲：“这是埃及甲古实伫要拄着的代志的记号甲兆头。我的仆人有3年久赤身裸体脱赤脚。亚述王袂亲像安尼掠埃及的俘虏甲古实的战犯，无论是少年的还是老的，互因拢赤身裸体脱赤脚游行，互埃及见笑。所有瓦克古实以及用埃及做夸口的以色列人会惊吓见笑。伫迄日，住伫沿海的人会讲：看咧，咱所瓦克要保护咱逃脱亚述王的，都拢安尼，咱哪有法度走闪？